今天，就算你是大夏龙人，这里是我国边疆重镇，你不能想来就来。又来，我好歹是北国大将，战神境强者，绝不会。我知道错了，我马上就把我手下那些玩意儿都砍了，求你松手啊！要爆啦！喂，云天，你个臭小子，是不是又杀到敌人那儿了？哪儿能啊，师傅，我就是来跟他们聊聊天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赶紧回来，有紧急任务，你要去保护一个叫苏婉晴的女人。什么？我可是堂堂龙刃！我操！你居然让我去保护一个女人！他刚刚研制出圣药，可以治疗绝症，并让人脱胎换骨，这是国之瑰宝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这么牛逼，那不如派支军队保护他，或者把他弄进这个军事基地不就行了？你是大夏第一战神，一人顶得上千军万马，不找你找谁？可你不是一直想退役吗？只要你能保护苏婉熙，让圣药顺利上市，我就准你退役，离开北境。我同意，老头，到时候你要是反悔，你就是孙子。我堂堂龙帅，怎么可能骗你？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你实力太强，容易伤普通人，最好封印部分实力。明白，终于可以离开这孤寒之地了。哼，苏婉晴是吧？我来了。老子要退役，这前线谁爱来谁来，老子再也不来了，太他妈危险了！苏婉晴，下国这么大，我去哪儿找啊？苏婉晴，就算你长了翅膀，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救命！我？明家办事，不想死就滚，带走！苏婉晴，把圣药交出来，这种东西不是你个弱女人能把握的。做梦！操，不识好歹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少爷在床上问你。带走！劳驾问一下，刚刚你是叫她苏婉晴吗？你他妈聋了吗？明家办事，滚！别这么大火气，我就是想问。问你妈！给我干死他！现在能告诉我，他俩谁是苏婉晴？小子，他们是明家要的人，你敢带走他们，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算了，我自己问。鬼呀！鬼？你见过这么帅的鬼？喂，我说，你们哪个是苏婉晴啊？我好热，快给我！原来是中了春毒，还好遇到的是我，不然你们俩今天可就惨喽。春毒被打散，是不是很爽？你要干什么？待你们更爽一点。无敌风火轮！你醒了？我就是拍打你们的穴位，帮你们解毒，其他可什么都没干。那我们的衣服呢？被我震破了，衣服太紧，不方便排毒。那你摸了？
拍打穴位不用摸，是拍，你们全身我都拍遍了。啊！你还说什么都没做，你这个变态臭流氓，超级大变态，我打死你！我可是救了你们2次，你对救命恩人是一点都不尊敬。算了，他毕竟是救了我们。这里有200万，就当今天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如果你说出去，我一定让你后悔。对了，你是苏婉晴吗？不是。苏氏集团总裁苏婉晴，这不写着呢吗？钱你已经收了，必须忘记今天的一切，要不然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算了，就当是工资吧。好歹我也是大夏第1战神，不能白干。2个女人都抓不回来，你们简直是一群饭桶！少爷，不是我们没用，苏婉晴身边有个特别恐怖的家伙，他能用手指弹开子弹。胡说八道！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人？你当我傻啊？分明就是你们饭桶！少爷，我真没骗你，那家伙真的很恐怖。够了，在东海还没有我动不了的人。再强的野狗，见了我明家也得趴着。少爷，要不我再找点人？你们这群废物，只会给明家丢脸。把这些年养的那些高手都调来，风云会那边也联系下，我倒要看看我想动的人谁能护得住。苏总好。苏总，他们是刚组建的安保团队，个个身手不凡，百里挑一，实战经验非常丰富。最重要的是忠诚度极高，绝对能确保您的安全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都遇到危险了，我能不来吗？明天的发布会关乎公司的生死存亡，这时候你更不能出事。爸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放心好了，我都安排妥当了，发布会一定能顺利召开。你都没有一个高手贴身保护，让我怎么放心？来，给你介绍个人。你好。是你？你们认识啊？那真是太好了。今天开始，林先生负责你的安全。苏伯伯，这家伙就是个臭流氓，无耻又变态，他有什么本事也配保护婉晴？小雪说的对，我不需要他的保护。住口！林先生是我好不容易托关系请来的，你不得无礼。爸，我已经花重金聘请了这些专业人士，根本不需要这个臭流氓。你说的是他们？不错，他们个个身怀绝技，全都是退役的特种兵王，随便拉出一个都比你这个臭流氓强了1万倍。有他们在，没人能伤我。你找的人很一般啊。小子，别狂！刚刚是我们大意了，没有闪，不算。有种就跟我们真刀真枪的干，别他妈搞偷袭，玩阴的！小子，报上你的名号，我们不会打死无名之辈，说不定饶你一命。如果是别人，根本不配知道我名字，但你们都当过兵。我是龙。你就是传说中的龙？不错，现在还要和我打吗？对不起，我们有眼无珠，我们不识泰山，我们马上就滚。你到底和他们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告诉他们我是北境边军的龙帅，他们居然相信了。这些人也真蠢，这种鬼话也能信。北境龙帅凌驾于各大家族之上，你怎么可能是他那种大人物？就是嘛，龙帅也得求我办事。原本以为他是龙帅随便派来的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林先生果然不凡，有你保护婉晴是他的福分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你不许再胡闹。爸，如果你不同意，你就离开公司，再也不用管你的项目了。好吧，这才对嘛。好了，你们先去领证结婚。什么？结婚？结婚？
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娶你，别打我的主意。谁要嫁给你？你少自作多情。你是因为那天的事想赖上我是吧？抱歉，我对你真的没兴趣。你混蛋！好了，林天，这是什么？6000亿，8000亿 ，what？ 29000亿！你师傅和我打牌输了一点点，这是他打的欠条，后面还有呢。这是输了一点吗？本人马天恒因无力偿还巨额债务，特将徒弟林天抵押，由他偿还一切债务，立此据为证。怪不得老登请我喝酒，原来是骗我摁手印儿，我还以为真有任务，原来是把我卖了来还债。你个死老登！钱是有点多，但只要你们结婚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些债立马一笔勾销。爸，闭嘴！这件事由不得你。虽然是坑，但既然有我的手印儿，我认。不过，能不能暂时不结婚？我会还钱，还完之前，我绝对保证他的安全。好，听你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住婉晴那儿。啊？为什么要住我那儿？不住你那儿怎么保护你？另外，你一切都得听林先生的。我还有个要求，我保护你可以，但你别想缠我的身子。谁稀罕？环境还行，我挺满意。这可是东海最顶级的富人区，环境当然好。没有惋惜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来。既然你住进来了，那就要遵守规矩。对，要约法3章。第一，我只是来保护你，千万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。我对你有非分之想，你少做梦了。第二，1楼是我的，没事别靠近，更不准进我房间。第三，一切都要听我的。那就一言为定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得把这好好布置一下，为了我的终身幸福，绝对不能让这女人出事。这家伙还真说话算话，婉晴，看来不用担心他了。这个混蛋，还真以为我想嫁给他。啊！臭流氓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你在干什么？这个放在贴身处，能检测你的身体状况和位置，有危险，我能第一时间知道。我不要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这是我家，怎么可能有危险？有人闯入。林天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危险，整天就会吹牛，立刻把你安装的那些破玩意拿走，这里不需要。我要怎样就怎样，你说了不算。这个家还有你，都得听我的。林天，你太过分了，这可是婉欣的家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。没办法，这是苏董给我的权利，要不你去和苏董说。东西我不会拆，只会装更多。放心，我只关心有没有危险，对你们，我一眼不会多看，我怕长针眼。这个臭流氓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算了，小雪，等明天的发布会结束，新药顺利上市，我就立刻让这个混蛋走人。今天是全球发布会，有很多记者到，不会有危险，你就别跟着了。那不行，没危险我也得跟着，你就当我不存在。你别说了，发布会要开始了，走。记者呢？怎么一个人没有？今天不会有人来了。哼，你的发布会办不了。婉晴，上次我派人请你，你怎么不给面子？明道，我没时间招待你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全球发布会我不让你办，你今天就别想办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把圣药的配方交出来。你做梦！我知道圣药是你的宝贝，不如这样，你嫁给我，我们两家一起开发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。别做梦，我绝不会交出圣药。圣药要是落到你们手里，你们这些黑心的人肯定会卖出天价，坑害百姓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明道，你混蛋！苏婉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和我讨价还价？在东海，我明家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，给脸不要脸。老子今天就先强了你，再抢你的配方。你是谁？你不配知道。你快走，他不是你能招惹的。听到没有？滚一边去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和婉晴说话也配你插嘴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我和苏总说话也配你出来乱叫？哪儿来的傻逼！小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王八蛋，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又不是你爹，管你是谁？小杂种，你有种！在东海得罪我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一条乱叫的疯狗也想让我死，你也配？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！今天我就让你埋在这里，干死他！他们人太多了，你能行吗？没事儿，一群臭鱼烂虾而已。不过，我需要跟你借点东西。臭流氓，你干什么？啊！这是他妈什么东西？你别过来！我是明家大少。明家大少是吧？我们明家是东海第一家族。第一家族是吧？动我！你会死的！你就拿那点工资，玩什么命啊？会死是吧？啊！差不多行了，别把事情闹大。你们以为现在的事还不大吗？我要让你们死！焦爷，我被人打了，快来！焦爷，那是风云会的二当家。焦爷是风云会第一战力，他的手下全是高手。王八蛋，你死定了！焦爷会把你剁碎了喂鱼。焦爷行事狠辣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快走吧。什么狗屁焦爷，在我这儿就是条蚯蚓。是谁这么嚣张，敢说我是蚯蚓？焦爷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个王八蛋不但打我，还当众辱骂你，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哼，这么多年了，整个东海还没人敢骂我。小子，你挺有种啊！焦爷，他刚到东海，不懂江湖上的事，我代他向您赔罪。今天的事是误会，是明道先让人动手的，所以外面那么多人，为什么明少不打他们，偏偏打他？明少动手，说明他该死。焦爷，这小子就是个臭保镖，你帮我废了他，我拿下这个女人的药方，以后利润分你一半。焦爷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他一闪，我愿意补偿你。苏总挺上道啊！这样吧，你好好服侍我一晚，让这小子跪下给明少磕头认错，然后自断双臂，这件事就算了了。你居然敢打焦爷，反了天了！这么多人，为什么我只打他不打别人？说明他该被打。你小子敢打我？上一个打我的人，你知道他什么下场吗？关我屁事！找死！小黑、小白，送他下địa府！焦爷，他们就是你手下最强的杀手，黑白双煞吗？没错，他们俩实力刚进入战将境，配合默契，发挥出的实力相当于3星战将，仅次于我。王八蛋，你死定了！什么？我说你怎么敢这么狂？原来有点身手。焦爷，他敢当你面杀你的人，绝不能放过他。我是个爱才之人，小子，只要你给明少磕头认错，然后做我手下，我就饶你一命。焦爷，他就是个小保镖，您就当给苏家一个面子，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你让开，没事。你不是他对手，现在上去只有死路一条。放心，一条小虫而已，还不配让我死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你是有点本事，但在我这儿根本不入流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焦爷我有多恐怖。焦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别放水了，快打死他！焦爷是吧？恐怖是吧？很能打是吧？
小杂种，你很能打是吧？能打有个屁用！出来混，讲的是实力和背景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7步之内枪又快又准，你能打有什么用？舅爷，别跟他废话，打死他！焦哥，你别乱来，我让他给你道歉。道什么歉？他压根就打不中我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头有没有子弹硬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小蚯蚓，我就说你打不中我吧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就你这点本事，给我舔鞋都不配！差不多行了，趁事情没闹大，咱们赶紧走。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风云会龙爷正在来的路上，打了我，龙爷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们都得死。龙爷，他可是东海地下世界的皇帝，心狠手辣，得罪他的人全都死了，这下真完了。龙爷当年在北境边军给大夏第一战神龙刃牵过马，龙刃何等人物，那是神话般的存在。就算只给龙刃牵马执鞭，龙爷也是喘口气就能让东海地震的狠人。小杂种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等龙爷来了，碾死你就像碾死蚂蚁一样简单。这下糟了，北京战神龙刃是让北京诸国都颤抖的大人物，龙爷是他的部下，你惹不起的，赶紧走。现在想走，晚了！今天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什么狗屁龙爷，在我这儿全都是小蚯蚓。什么人敢说我是蚯蚓？好大的口气！舅爷死了，一巴掌就扇死焦爷，这实力太可怕了。打死焦爷，你闯下滔天大祸了，赶紧走，马上离开这里。什么人敢说我是蚯蚓？好大的口气！完了，现在想走都来不及了，谁让你这么冲动？你老实待着，别再添乱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用不着，几只阿猫阿狗我自己解决。对方可是龙爷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可算来了，龙爷！这个王八蛋不但打了我，还辱骂你，感觉好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龙爷，这都是误会。狗屁误会！小子，你死到临头了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啊！断了！凌天，龙爷在这儿，你还敢废我的手？我说过，最讨厌别人用手指我。龙爷，我要他死，把他碎尸万段！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凌天把龙爷得罪死了，咱们全都得跟着完蛋！完了，今天我们苏家在劫难逃了。小虫虫，好久没见，你怎么长成这副鸟样？老大，放肆！敢叫龙爷小虫虫，好大的胆子！龙爷，这个王八蛋太狂了，你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！放肆！敢这么和我老大说话！老大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。这不是见到了吗？起来吧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怎么还哭呢？我只是见到您太激动了。自从离开您后，再也没人叫我小虫子了，我好想您啊！你小子混得不错啊。我就是混口饭吃。老大，您这是秘密任务，不要声张。龙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明家是风云会最大的金主，每年给你那么多钱，你居然打我！立刻带你的人上，干死这个混蛋！你们明家算什么东西？敢得罪林先生，我灭了你们明家！恒龙，你敢背叛明家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！老大，是我管教不周，这是2亿，请您收下，原谅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以后好好管教你的人，别见谁都乱叫。是，老大吩咐，我一定牢记在心。他道歉了，你呢？我给你道歉就是了。道歉有用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你别乱来，我爸是东海首富。首富是吧？你不能再动我了，我们明家是东海的天。东海的天是吧？别打了，再打就打死了。你说怎样就怎样。今天是苏氏集团发布会，你把记者都给我找回来。好，我马上联系。他们马上就到，我可以走了吧？拿20亿，你就可以滚了。什么？少一个子，你都别想走。我不是已经把记者找回来了吗？那是你应该做的，现在这才是赔偿。快拿吧，我不喜欢有人欠我钱。哥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1亿怎么样？我马上让人送来。哥，我是真没钱，您要是能找到，不管多少，随便拿。我的手机有双重加密，就算顶级黑客也打不开。小杂种，1分钱都别想拿走。支付宝到账30亿元，还多了10亿，谢谢啊。哥，这些钱不是我的，你不能拿走啊！我知道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哥，大哥，这些钱真不是我的，是卢家大少暂放往我这儿合伙用的，求求你拿走10亿就行，剩下的还给我吧。你说了，我找到多少就拿多少。现在这些钱都是我的。你要是拿走，京城卢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好啊，你让他来，我等着。
上吧，发布会该开始了。今天的新药发布会不是开得很成功吗？我听说还是全球发布。你这个女人怎么好像一点也不高兴啊？而且我还帮你解了围，你也不说声谢谢。今天谢谢你。对我来说都是小事。什么小事？明明就很危险，你以后别这样了。我知道你很感动，但也不能趁机看我油。你别误会，我就是单纯谢谢你。刚刚抱我那么用力，还紧紧贴着我，我看你还是缠我身子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打死你！好了，今天确实多亏了他。另外，若不是有龙爷帮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对啊，龙爷为什么要帮你？哈哈哈哈哈！早年在北境，他欠过我人情，所以今天才会帮忙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你能请动龙爷那样的大人物。北境，你在那儿做什么？女人不该问的别问，懂吗？谁稀罕知道？饿了，去做点吃的。你让我给你做饭？不然呢？不去，那我做自己的，你们可别想吃。算了，我去做饭吧。今天确实多亏了他。我不吃甜的，也不要太咸。这家伙有问题。怎么了？龙爷当年在北境可是大夏第一战神龙刃的部下，怎么可能会欠他的人情？这家伙一定在隐瞒什么。你查一下，我要知道他到底什么身份。卢少，对不起，事情没办好，我还被人打得好惨，差点就没命回来。一个女人你搞不定，这真不怪我。苏婉晴身边有个特别能打的保镖，不但破坏了我的计划，还把您给的那笔钱也拿走了。你们这些无名小家族果然不成器，耽误我的时间，你自断一手谢罪吧。卢少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这个废物是指望不上了，我会派贪狼去，你协助。那您之前答应把苏氏给我，把新药带回来，一切都好说。是。贪狼杀人不眨眼，号称东南亚第一佣兵。林天、苏婉晴，你们死定了！还没好，奇怪，我搜遍了民用档案，居然没找到他。那查不到吗？可能这家伙的身份特殊，档案被隐藏了，所以查不到。要不要找专业人士来查？不用，这种小儿科还难不倒我，交给我好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报告，有人企图进入系统，触碰10级绝密档案。10级绝密档案，连那些顶级大人物都无权查看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立刻锁定他的位置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是。搞定！我就说难不倒我吧。是，你最棒！快打开吧，让我们看看这家伙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。好。发生什么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苏婉晴、罗雪，你们非法窃取机密信息，现在正式逮捕你们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只是在查我员工的档案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窃取什么机密？快放开我！还狡辩，等到了我那儿，再硬的嘴我也会撬开。带走。林天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们正在执行公务，你竟敢阻碍执法！胡说八道！我们只是查了下档案而已，至于破门抓人吗？我看他8成是明道派来的。你查谁档案了？你啊！我去，赶紧把查到的东西交给人家。凭什么？你知道我费了多少精力才搞来你的资料，我还没看呢。我是保密局的苏婉晴，我们是根据锁定的位置来抓你的，不会有错。保密局，只是一点小事，
为什么会惊动大夏最神秘的部门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查的人是我，我不追究这件事儿，就算了吧。算了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全部带走。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知道怕了，让你别干，你非要干。女人，你是一点也不听话呀！那还不是你什么也不告诉我？胆敢拒捕，格杀勿论。这件事就是个误会，给个面子，算了吧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我给你面子？既然这样，那我打个电话，你跟他说。大夏境内，我们保密局办事无人敢挡。今天你就是请天王老子来求情，我也不给面子。局长，我已经抓到3名嫌犯，2女1男，马上就把他们带回来。立刻把人放了，然后带你的人赶紧回来。什么？放人？可他们盗取机密信息，那个男的还袭击我们，必须把他们缉拿回来。林霜，我不是跟你商量，这是命令，马上放人，尤其是那个男的。他到底是谁？不要问，你还没资格知道他的身份，立刻回来。是。能给面子了吗？你别嚣张，今天算你走运。但你袭击我的事儿没完，我迟早会把你收拾了。有情况，多了几个人，还要动手吗？那就一起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明白。你要干什么？有狙击手，大家快趴下！你也太会扯了，我看你就是想占我便宜，下去！胡说八道！我们保密局在这儿，怎么可能有狙击手敢来？人家好像压根没把你们当回事儿，准备连你们一起干掉。居然真有狙击手！可恶，大夏境内还没人敢对我们动手，找死！总部，我们遭遇袭击，请立刻派人支援。别乱动，我的人马上就到，很快就安全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等你的人来，都可以吃席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需要你配合一下。啊！这也行？你混蛋！我刚刚可是救了你，你是只字不提啊！去死吧！借点东西用下。这怎么可能？趴着别动！王八蛋，给我去死！家伙，到底是不是人啊？这么着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少爷，到了，苏家就在那边。少爷，我们靠得太近，会不会有危险？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贪狼心狠手辣，被他盯上，从没有活口。苏婉晴和凌天死定了，耶稣都救不了他们。我来这儿就是要亲眼看他们死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少爷，是官府的人，奇怪，他们在苏家干什么？几个官府的人而已，你慌什么？明家办事，不想死的滚！小子，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竟然敢打我，你想死吗？我是保密局的，正在保护重要的大人物，你就是天王老子，也照打不放。我执行任务无数，还从没人能躲过我的狙杀。你小子有点能耐，我一般般，主要是你的子弹太慢了，但这点本事救不了那个女人的命。我还没发力你就倒下了，看来你没那实力。说吧，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你没必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你马上会变成死人就行了。刚刚是我大意了，现在我会全力以赴送你去死。我闯荡江湖半辈子，没想到竟栽在你这个小辈手里。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谁派你来的？
知道又有何用？他没资格拥有圣药。就算我死了，还会有人来杀他，你护不住他的。因为今天你要给我陪葬，去死吧！人呢？居然是他！你认识？国际 S 级通缉犯，东南亚第一佣兵，贪狼，心狠手辣，残忍至极。各国抓捕他多年，全都失败了，居然被你杀了。他身手一般，没那么难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个小保镖啊。报告，楼下有情况。走。怎么回事？我是明家大少明道，我只是路过，却被你的人当成犯人打了。排查的时候看到他形迹可疑，所以我只是撒泡尿，这也不行。林队长，我爸和你们局长可是朋友。行了，就是个误会，让他走吧。还不让开！慢着，是你这个臭保镖！林队长，这人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这么晚出现在这里，肯定和刺杀有关。把他抓回去，好好审审。林队长，我看他才不是好东西，赶紧把他抓起来严刑拷问。把他拿下。林队长，你怎么能抓我？我是明家大少，我爸和你们局长是朋友。别废话，带走。林天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林天，你给我等着。多谢。说吧，为什么一定要抓他？不会是因为私仇吧？明道已经几次三番对苏总出手，今天的刺杀他又恰好出现，不会这么巧。当然也有点私仇，他长得确实让人讨厌。原来如此，你放心，回去肯定能审出来。这种祸害，我保证他下半辈子牢底坐穿。不管怎样，今天多谢你解围。不过我们的账还没完。这么久了，他不会出事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那个杀手连保密局的人都没办法对付，林天就这么冲动跑出去，万一……我相信林天肯定能解决。解决了。进去吧。怎么了？之前躲避狙杀，我们都扭伤了。你干嘛？放我下来，我能走。快放我下来！别动。对不起，让你受伤了。我保证，今后一定保护好你和圣耀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头发。别误会，我赏罚分明，刚刚是对你的奖励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要占我便宜。你要干嘛？别乱来！瞎想什么呢？我给你按下腰。好点了吗？真神奇，好多了。再揉一揉，明天你就能活蹦乱跳了。你是不是给很多人安过？你是第一个。那我会不会是最后一个？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大活人？我还在外面，我也扭伤了。刚刚你是不是对婉晴动手动脚？我警告你，不准有坏心思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别胡说，他在帮我按腰，现在好多了。这么厉害，那也帮我按下。好啊。你在按摩还是谋杀？别动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现在是正常的。刚刚婉晴可不是这样的，你在针对我！你住手，我不按了。那不行，半途而废，别人还以为我手艺不行，忍着。好了，你活动感受下。之前只是腰疼，现在全身都没力气了。林天，你区别对待，你就是个混蛋。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嘛，你就得用这手法。但我保证，明早你肯定活蹦乱跳。我杀了你！好了，别闹了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些家伙太猖狂了，竟然派狙击手刺杀。圣药上市之前，他们肯定不会放弃，说不定还会有危险。放心好了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苏总。你再厉害，也只是一个人，
挡不住对方人多，要不再招点人手给你？用不着，指使今天刺杀的就是明道。又是这个混蛋！他刚刚已经被保密局带走了。保密局那种特殊部门，就算他爸想办法捞他，估计短时间内也出不来了。明天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这都是我这个保镖该做的。你可以安心做你想做的事，没人会打扰你。好，我一定让圣药尽快上市，造福大家。卢少，多谢您救我。废物，若不是你还有点用。都是那个凌天，他杀了贪狼，阻碍您得到圣药。小小保镖有点能耐，却如同沧海一粟。面对我卢家滔天威仪，却敢横刀立马，有点意思。明天你去找他们。陆少，那家伙太恐怖了，他不是人啊！你只是替我去邀请他们，怕什么？是，卢少说的是，是条好狗。早啊！好香啊！这是你做的？不然呢？这栋屋子也只有我能做出这么色香味俱全的早餐。你就吹吧。真的好吃哎！你平时挺懒的，今天怎么勤快做饭了？因为你做饭太难吃，我只能自己做。婉晴，刚刚明道打电话来，约你下午3点见面。明道，他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明道是代替卢观海传话，应该是卢家把他捞出来。京城卢家继承人卢观海，原来真正想要圣药的是他。这个卢观海很牛吗？卢家是京城顶级家族，也是大夏医药界一手遮天的存在。卢观海是卢家倾尽所有资源培养的家主，是百年难遇的天才。他少年时便展现惊人商业天赋，为人心狠手辣，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，在商场上至今还没对手。他之所以没对手，是因为挡他路的人都死了。圣药可是你的心血，你不会想放弃吧？下午的邀请就是鸿门宴，如果我不交出圣药，不光是我，整个苏氏恐怕都得……那咱们就别去了。不行，得去，否则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动你和圣药。你根本不知道卢家有多可怕，明家在他面前也只能算是蝼蚁。在这种庞然大物面前，你连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，到时候连命都会丢了。相信我。好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千万别冲动，一切由我来。好，听你的。你是谁？老夫李振恶。李前辈名动江湖40多年，今天我特意请他来帮忙。不是说了我能解决吗？卢家是龙潭虎穴，今日肯定高手如云，而且卢观海的贴身保镖据说还是战将级的高手，你一个人不可能是对手。小子，老夫早已是战将强者，几年前已经达到2星战将，对面的高手只有我这种实力才能应付，你还不够格。老夫向来嫉恶如仇，就喜欢帮助弱者。今日无论有多少宵小，我都能帮你解决。怎么，不服气？别看老夫年纪大，这一拳50年的功力，你挡得住吗？那今日我们的安全就多劳烦前辈了。好说，有我在，定然保你们平安。走。卢少，他们来了，今天一定不能放过他们。卢少不愧是卢家掌门人，好大的排场。苏婉晴，见到卢少还敢嚣张？今天你要是不乖乖交出圣药，休想活着离开。有老夫在，谁敢造次？嘿，老东西。卢少。卢少就是这么待客，刚来就给我们下马威。我对圣药势在必得，但过往一切全是明报自作主张。现在我给苏总一个交代，这诚意咱们可以谈谈吧。卢少要谈什么？交出圣药，我来运营，你只管拿分红。我苏氏集团自己能运营，不劳烦卢少。
我们卢家是大夏医药业龙头，资源庞大到你无法想象，不是你们小小苏氏可比。圣药只有交给我，才能发挥更大作用。圣药是我研制的，我有信心，也有能力让它造福更多人。你没那个能力，乖乖交出圣药，1年内我让你身价增100倍。到时你苏家不但是东海第一家族，你苏婉秋也会是大夏知名女强人。不知卢少要怎样让苏总身价增100倍？药价比成本提高100倍就行。圣药可治绝症，还能让人脱胎换骨。只要找些名人试药，到时价就算提高1000倍，销量依然供不应求。药价那么高，普通人能买得起？他们可以借，也可变卖家产。人是惜命的，只要圣药有用，就算倾家荡产，到时还得感谢我。我研制圣药，是想世人生病都有药可医，不为牟利。我绝不会把圣药给你这种人。我们走。老夫在此，我看谁敢放肆！前辈厉害，老夫这一身本事，这里没人能动你们分毫。苏婉晴，我敬的茶必须喝。那你就自己喝。这女人实力恐怖，连老夫都不是对手。小子，你太冲动了。阿红是9星战将，大夏第一女武神，身手自然不一般。9星战将，那就是半步战神了。小子，我都被打倒了，你还乱来干什么？现在完了，我们加起来还不够他热身的。苏婉晴，最后给你次机会，答应，刚刚的事我不计较。不好意思，苏总不喜欢跟处处合作。这小子居然比这女人还恐怖！你就是凌天吧？早就听过你的名字，连阿红这个9星战将都不是你对手，果然身手了得。这样，你跟我吧，卢家大长老的位置给你，钱、车、房、女人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。给的是真多，我好心动啊。不过，处属怎么能骑在人头上呢？干什么？还想被我小老弟揍吗？让他们走。你们想清楚，出了这扇门，就是我卢观海的敌人了。是吗？那我们等着。少爷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那小子有点本事，你们都不是他对手。有点意思，已经多少年没人敢这么和我说话了。这个初生牛犊是一定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啊！传我的话，从今天开始，谁敢和苏氏合作，就是与我为敌。是。我要封锁苏氏一切资源，让他们感受什么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不过今天算是彻底得罪卢观海了，接下来卢家的报复肯定是排滩倒海。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保护你和圣药。商业上的事儿我不懂，但我很能打。你只管做你的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啊，小兄弟，你是真的很能打呀！哈哈哈哈，一般般吧。 9星战将都被你打得屁滚尿流，小兄弟你太谦虚了。之前是老头子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给你赔罪了。小兄弟，你看这样行不？咱俩有缘，你就收我当徒弟吧。师傅在上，徒儿李振恶给你磕头。李前辈，今天麻烦你了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师傅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学本事啊？哎，下次是什么时候？我去哪儿找你啊，师傅？愁眉苦脸的，怎么了？所有供应商都跟我们终止合作，拖欠我们货款的合作方也拒绝付款。
连和圣药有关的新闻也全部被撤下。卢家不愧是医药龙头，报复来得狠辣迅猛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帮不上忙，资金我还有，集团能勉强运转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生产出圣药，原材料才是最重要的。对了，听说北国医药商会来了东海，我需要的所有原材料他们都有，尤其是最重要的一味药，只在北国生长，只要能跟他们合作，卢家对苏氏的限取封锁就没用了。我倒是认识些北国的人，我可以帮忙。这次来的，听说是北国的大人物，你帮不上忙的。放心好了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跟我合作的。我找人联系，一定要尽快见到这位大人物。小虫虫，帮我办2件事。老大，您尽管吩咐。第一，所有拖欠苏氏集团货款的，明天让他们必须把钱交出来。老大放心，谁敢拖起1毛钱，我灭他们全家。第二，帮我查这次来东海的北国医药商会所有人的信息。老大，这个我知道。说起来，这次北国商会来的负责人，您还认识？哦。今天这里被包了，去其他地方吧。告诉赵高，故人凌天找他。听不懂人话吗？滚！赵会长能亲临东海，这是我们的荣耀啊！鄙人代表东海敬赵会长，敬赵会长。赵会长的商业智慧也堪称顶级，一眼就看中我们东海适合您投资，您真是太会做生意了。何止是生意，赵会长不光一手掌握北国医药命脉，在边境也是横扫四方的护国大将，在北国可谓是权势滔天呐。是啊，是啊。赵会长文武双全，是天下难得的人物。听说就连我们大夏第一战神龙刃也不是赵会长的对手。哼，龙刃，一个废物罢了。当年被我打得屁滚尿流，闻我名就落荒而逃。赵会长威武，听说龙刃离开北境就消失了，有可能是太害怕您，所以躲起来了。赵会长的武力天下第一，那个龙刃徒有虚名，在您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我也没那么厉害，但对付龙刃这种货色，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真没想到，我见你还要通报。你是什么人？马上滚！让我滚，他敢吗？放肆！赵会长威震北国，连大夏第一战神龙刃都是他手下败将，身份何等尊贵，岂容你这个杂碎在他面前撒野？龙刃是你的手下败将啊，以前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混账！你敢对赵会长不敬！来人，把这个王八蛋拖出去剁了！闭嘴！我想单独和他说话，各位先出去吧。龙刃，我好像说过，你们和狗不允许踏入大夏一步，否则……您的话我从来不敢违背，但我已不在军中，这次来是做生意的。做生意啊？那帮我个忙，只要您说话，别说1个，10个100个都行。跟苏氏集团合作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北国商会全力支持苏氏集团。走了，以后别乱吹牛，我不会每次都放过你。我都离开边疆，退出军队，怎么还是躲不掉这个杀神啊？凌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见北国医药商会负责人。这种大人物，其实想见就能见，我都被挡在外面，更何况你了。是真的，他已经答应跟苏氏合作了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你想安慰我，但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卢家对我苏氏全面封锁，如今只有跟北国商会合作，我们才有一线生机。婉晴，公司出大事了！苏董，卢少还在等着呢，你倒是表个态啊！苏氏闯过无数难关才走到今天，我相信肯定有办法的。再等等。你没时间等了，如今苏氏危机四起，
随时完蛋，到时候可没今天这么好条件了。苏董，明家得罪卢家，已经在东海消失。你要是不答应，下一个消失的就是我们苏氏了。赵老已经好多年没在会上发言了，看来今天的局面连他都无法掌控了。老苏，卢少已经屈尊降贵，亲自上门，给足了面子，你就别不识好歹了。麻烦是你女儿惹出来的，如今想要解决，只有臣服卢家，交出圣药，让苏婉晴嫁入卢家，别因为你女儿连累我们所有人的利益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拿我女儿来做交易。如果你不答应，今天我们就集体罢免你。对，罢免你。把你送到卢家当狗，岂不是更好？爸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但现在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问题。苏婉晴，你就是这么和长辈说话的？我们信任你，才把公司交给你管理，可你却给公司带来了灭顶危机，你对得起我们的信任吗？赵叔，公司的危机我能处理。哼，处理？公司现在面临这么多危机，连最基本的现金流都没了，你拿什么来处理？要是再让你折腾，苏氏和我们这些人都要被你拉着陪葬了。难得卢少能看上你，能嫁入卢家，这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还想什么呢？赶紧带着圣药嫁入卢家，这样公司不但能保住，你的未来也是不可限量啊！就是，你一个女人家，哪懂管理公司啊？我看啊，你还是回去多生几个孩子，好好服侍卢少，做个阔太太不好吗？我苏婉晴绝不会低头，更不可能嫁入卢家。公司的事儿，我一定能解决。够了！公司已经山穷水尽，账上1分钱都没有，连今天都运转不下去，你还嫌公司死得不够快吗？公司是我们和你爸一起打拼才有的，我绝不容许我们的心血毁在你手里。就是。谁说苏氏运转不下去了？风云会，龙眼。所有拖欠苏氏的货款，我已全部追回，已经到账。啊，这是好局。真的到账了，有30多亿。你敢和我卢家作对？哼，卢家，在我老大面前算个屁！诸位，我说解决就一定能解决。哼，有钱又怎样？你们没有原材料，照样得完蛋。请大家相信，我肯定能采购原材料。苏婉晴，别再一意孤行，得罪卢家了。你自己作死，非要拉着我们一起陪葬吗？你嘴皮一动就想让我们相信，凭什么？所有供应商都要看卢少脸色，卢少不点头，谁敢卖给我们？没有原材料，公司撑不了几天，立刻交出圣药救公司！交出圣药，把圣药交出来！大家不用急，苏总已经见过北国商会会长，他答应会跟苏氏合作。啊！别乱说，我还没见到会长呢。放心。北国商会会长已经跟我合作，他怎么可能见你？好，如果10分钟后解决不了，那就交出圣药，嫁入卢家。可以，但要是苏总解决了，那你们就得交出所有股份，和姓卢的一起滚。行，我就等着看你们怎么滚。凌天，你有点本事，但就是太蠢了。北国会长是我的朋友，就是给你10天，他也不可能来帮你的。怪不得会长不见我，原来他跟卢关海，这下完了。北国医药商会会长到。北国商会会长真来了！慌什么？赵会长是来见卢少的。对，苏婉晴算什么东西？赵会长怎么可能特意来帮他？肯定是来找卢少的。赵会长，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正好，这个女人说您要帮她。您就当着大家的面断了他的念想。苏婉晴，赵会长已经来了，你倒是让他帮忙啊，还是说刚刚都是吹牛啊？赵会长是冲着卢少的面子才来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别装了，就凭你也敢攀附赵会长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把圣药交出来，我开的条件还算数。今天没人会来帮你。谁说没人帮他？赵会长，你卢少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今天我来
是要跟苏总签协议。我们北国医药商会将会全力支持苏氏集团。今后，北国市场也为苏氏敞开大门，并且我们将对苏氏投资300亿。从今日起，为保障北国商会投资，苏氏集团将成为东海重点保护企业。赵会长，你在干什么？咱们可是说好，我北国国商会想跟谁合作，用得着你同意吗？苏总，以后合作愉快。卢少，感谢你关心，不过现在苏氏危机已经解除，你可以滚了。总督在，不方便，先放他密码。有多远滚多远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别急着走啊，先把苏氏股份交出来。别急着走啊，先把苏氏股份交出来。阿侄女，你什么意思？这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吗？如果刚刚我输了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我们今天这么做，完全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苏氏好。你怎么不懂我们的良苦用心呢？是啊，大侄女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别这么认真嘛，这件事就翻篇了，好不好？一家人？你们帮着卢家的时候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你们逼我交出圣药嫁进卢家时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我们苏氏未来发展需要的是人才，不是一群吃里扒外的狗。不能共患难却想共享福，你们可真他妈恶心！赶紧签了股权转让书，立刻滚蛋！老苏，我可是跟你一起打江山的兄弟，我为苏氏出过力，你就这么看我被你女儿和一个小保镖欺负？我老了，没用了，我也退出苏氏，你们一起吧。我不想签，谁也不能逼我。总督大人在这儿，我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？我们也不签。问尼玛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总督大人，他们敢当您面行凶，这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啊！苏氏现在是我东海重点保护企业，苏总觉得你们有问题，那你们就有问题。总督大人，早就想打你这个上蹿下轿的老杂毛，今天要是不签，你走不出这门。签不签？我签还不行吗？行了，可以滚。苏婉晴，卢少不会放过你，你们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他们都是我的叔叔伯伯，当年和爸历尽坎坷才有了苏氏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人是会变的。你看重情义，可他们更看重利益。他们可以在一无所有时陪你共患难，但绝不会在荣华富贵时跟你赴汤蹈火。正好，借这次机会把他们踢出去。今后再也没人对你掣肘，你可以放开手做你想做的。以后我一定会让苏氏变得更好。赵会长，感谢您今天来解围，我会铭记一生的。苏总，你要真想感谢，那接下来就好好干，带我赚钱啊！啊？我可是投资你300亿啊！您真的要帮我啊？我赵某人像是开玩笑吗？除了投资，我还会使用北国商会一切资源，帮你打通国际市场。王总督，你也得保护好苏氏。那是当然，以后我亲自关注苏氏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动苏氏。苏总，你看这样满意吗？满意。你满意就好。对了，你们苏氏将来在北国的总代理必须得给我啊。那我能走了吗？我回去立刻安排资金投入。当然，赵会长，我送您。走吧。好嘞，那个苏总，别送了，我绝对第一时间把钱打过来。接下来你可以大展身手了。你干嘛？跟我来。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什么也没干啊。之前你说见过赵会长，并让他帮苏氏，要不然他今天怎么会来？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其实认识赵会长的是龙爷，也是龙爷说服赵会长力挺苏氏的。我就是借了龙爷的人情而已。真的？当然真的，我就是个小保镖而已。也是。你要是能让赵会长投资苏氏300亿，你也不会当我的保镖了。就是嘛，商战的本事我没有，但我会打，也有一点人脉，一定会竭尽我所能帮你的。那
你愿意一辈子当我的保镖吗？啊？我是说，你愿意永远保护我吗？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在。好了，还有好多事要做。加油！我相信你一定能让苏氏更辉煌。少爷，赵会长开发布会，表示全力支持苏氏。苏氏的供应商全部回去了，股价也在回升，而且还有多家国外药企寻求合作。赵高这个混蛋，说好的跟我合作，关键时刻却拆我的台，该死的北国人毫无信义。苏氏不但没垮，现在还蒸蒸日上。如果圣药批量生产出来，那您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是否动手？苏婉晴身边有那个保镖，现在还有总督护着，不太好动手。是时候用杀手锏，你亲自去办。我要在他们以为成功的时候，釜底抽薪。终于结束了。这是你已经连续工作7个小时，午饭都没时间吃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，快吃吧。不好吃，肯定是热了太多遍。不，很好吃。你准备的比什么都好吃。我知道工作重要，可你也得注意身体啊。可惜我不会商业，否则就能帮你了。只要你在身边，我就一点都不累。罗雪这丫头去哪儿了？有事也看不见她。我去找她。算了，可能我交给她的事还没完成。这几天苏氏就像重获新生，我们都有太多的事要做，不找她了，我自己去。我陪你。有份文件忘记拿了。你等着，我去拿。你要偷圣药？你是苏总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要背叛他？卢关海抓了我爸，威胁我只有拿圣药配方才能换他的命，可我没拿，因为我知道圣药是婉晴的心血。卢关海打你了，你没辜负苏总对你的信任。他们把你爸抓到哪儿了？带我去。不行，虽然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这次可是卢关海亲自出手啊，他可不是明道那种货色可以比的。这是我的事，我不能让你陷入危险。我还是报官吧，卢关海就算是再猖狂，也得给官府面子。用不着那么麻烦，而且就算官府出面，以卢关海的实力，也不一定能救你爸。这……走吧，干掉卢关海还是很简单。你可能没搞明白卢到底有多可怕。他们不仅在大夏医药界一手遮天，呼风唤雨，本身实力更是站在金字塔顶尖的存在。然后呢？卢关海本就是顶尖高手，他的贴身保镖更是号称大夏第一女武神。另外，卢家高手如云，随便挑出一个都是战将级别。但这还不算什么，卢家大管家卢威，据说实力已经跨入战神境，而卢家家主卢天月实力更是深不可测。据说整个大夏能和他比肩的不超过5人。没了。你是不是不知道战神境强者有多厉害啊？这么说吧，20个9星战将加起来也不是一个1星战神的对手。你招惹卢家，等于自寻死路。那你来开车，我休息下，养精蓄锐，然后干死卢关海。他一个小保镖对苏董那么重视，而且还帮婉晴解决多次困难，肯定是身后有高人，否则怎么可能这么自信？一定是这样。好，我先打个电话。苏总，罗秘书找我帮忙。那你去吧，我这边的事自己能处理。文件我让人送给你，路上一定注意安全，遇到危险立刻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，有总督府的人跟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处理完事情，我马上回来。你们一起来给我送圣药了啊？卢少，我爸年纪大了，求您放了他。你可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啊，怎么能给一条狗下跪呢？配吗？放眼整个大夏，还从来没人敢当面骂我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哼，上次没跟你计较，因为我想文雅点拿到圣药，你还得寸进尺了。你确实能打，
但他们全是9星战将，加上阿红这个半步战神，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些9星战将，这都可以横扫一支军队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可你不识好歹。不过，看在你今天把圣药带给我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圣药拿来，然后跪下给我磕头认错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你搞错了，我今天来是既不想给你圣药，还要把人救走。凌天，援兵来了吗？什么援兵？别闹，就是你背后支持你的高人啊！我背后没人。没有高人支持你还敢来，这不是送死吗？你这么狂，我一直以为有高人给你撑腰，原来你是真初生牛犊不怕死啊！上！谁说没有高人？我就是。卢家也不过如此，都是一群废物。你是非要得罪我卢家，一点都不想活在这世上了是吗？就你们这点三脚猫的本事，也敢来威胁我？不过说到活路，我倒是给你留了一条。你给我留活路，说说看。你处心积虑抢夺圣药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打我女人的主意，不是刺杀就是威胁。本来已经懒得理你，今天更是胆大包天，敢绑我身边人的家人。今天你想活着离开，就乖乖拿出50亿赔罪。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大的笑话。小子，你是第一个敢当面骂我，也是第一个敢威胁我的。我是真喜欢你啊！谁砍了他的头，我奖1亿。富贵险中求，杀了他，荣华富贵就到手了。别管我了，赶紧跑！你不是他们对手。该跑的是他们。小心他用暗器，上！暗器多余。人人都知道我的贴身保镖是半步战神境，但没人知道他是唐门这一代的第1高手。唐门，号称暗器毒术冠绝天下，杀人不见血，连顶尖势力都要退避三舍的存在。一手暗器碎山河，一身毒术惊天地。阿红掌握了暴雨梨花针、佛怒唐林、五毒神杀，周身藏进机关，寸步都是索命剧毒。你确实很能打，可你马上会死得很惨。凌天，小心！罗雪，几十种暗器同时进攻，你怎么可能挡住？你，爸，别过来，否则。去死！不要！这把刀可是玄铁熔铸，削铁如泥，斩金断玉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卢家大少，你敢打我？卢家大少是吧？今天我就替你爸教训你。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最烦你装逼的样子。现在你倒是继续装啊！凌天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，杀你全家！哟，还把我挫骨扬灰？我就打你了，你倒是把我扬了呀！你扬个毛都费劲。今天的仇，我一定铭记于心，下次一定100倍还给你。还下次？今天你拿不出50亿，你就没必要记仇了。你敢杀我，卢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杀你这种小事有什么不敢？我敢做的事多着呢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想给钱赔罪，那就只能送你上路。不过我先跟你玩个游戏，免得你死得太无趣。凌先生，谢谢救命之恩。不用谢，来帮忙。凌先生，您手下留情。他要真有个3长2短，卢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也要跟着遭殃的。他都要杀你了，你还给他求情，你怎么这么怂？我帮你，不过我先把我爸扶出去。住手！我爸是卢天岳，在大夏权势滔天，你们敢这么对我，他一定把你们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卢天岳是吧？我是他爹。
天，你他妈的要干什么？你卢家大少不是很牛逼吗？我带你拍拍写真发出去，让更多人认识你。凌天，你敢这么做，我爸真的会杀你全家的！行了，我认怂，我给钱。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？魏叔，你总算来了，快救我！是卢威，凌天，要不咱们跑吧？他虽然只是1星战神，但刚刚那些人全部加起来也不是他对手，在整个大夏都能排上名号，你恐怕……老奴奉少爷密令，星夜赶来，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，让少爷受此奇耻大辱，老奴万死难辞其咎。喂，你们谁给50亿啊？给你妈逼！这世上没人能威胁我。想赖账，这世上没人能欠我的账。小杂碎，死到临头还敢狂！魏叔宰了这个王八蛋，把他碎尸万段，我要他死！是，小子，你倒是有点本事，可你居然蠢到敢在我卢家少主面前造次，你的路今天算是到头了。哎，你肯定是误会了，你家主子就是一条疯狗，干的那些事情猪狗不如。我打他那是为民除害。狂妄！耶！魏叔，别手下留情，杀了他！我已倾尽全力，可他却似未出真力，此人实力恐怖至极。赖我的账，还动手？你个傻逼，现在还想着钱呢？待会儿魏叔干死你，我烧50亿给你。50亿是吧？我给。不是，魏叔，你疯了！我让你打死他，没让你给他钱啊！手下留情，我给钱，我给。现在晚了，我最讨厌有人赖我的账。凌天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卢家大少。啊！小兄弟，我现在就把钱给你，请你放了我家少爷。50亿，那是在你们赖账之前，现在60亿，怎么涨这么快？这时候你还想多要点钱，差不多行了。凌天，你废了我的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魏叔，你等什么呢？快点杀了他呀！废话真多。凌天，我要杀了你！好，就60亿。带上他，赶紧滚！以后见到我们记得绕道走，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。泱泱大夏还没人敢和卢家作对，小子，你这是自寻死路！你们卢家还不配与我为敌，回去告诉你们卢家的人，再和我作对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今天多亏有你。你的事儿就是苏总的事儿，如果他知道，也一定会让我帮你的。你喜欢婉晴吗？别乱说，我是他保镖，职责所在。好了，赶紧去照顾你爸，我也要回去了。要不你别走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回去要开好远，不如明天再走吧。不了，回去也不远，苏总那儿还需要我呢。你爸今天受惊了，你还是多陪陪他吧。我走了。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只有婉晴吧。家主，怎么回事？是苏婉晴的保镖干的，他打断了少爷的腿。什么？关海可是带了那么多高手去，区区一个保镖，他怎么办到的？那小子实力很恐怖，我和他交手，竟挡不住他一招。你已经跨入战神境，还不是他对手？是老奴无能，没保护好少爷，请家主责罚。爸，凌天废了我的腿，要给我报仇，杀了他，把他挫骨扬灰。多少年了，无人敢触我卢家逆鳞。凌天，还有苏婉晴、苏氏，你们敢伤我儿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你没事吧？受伤了吗？罗雪都告诉你了。你怎么这么冲动？救人是重要，可也不用打断卢关海的腿啊！你知不知道卢家有多恐怖？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
干嘛？你不会是等了我一夜吧？这么关心我，难道爱上我了？才没有呢，我只是对员工的正常关心，毕竟你要保护我一辈子。说假话会尿床的。好啦，送我去公司，今天还有好多事呢。婉晴，不好了，卢家让所有银行冻结了我们所有资金，包括北国商会投资的钱。什么？现在正是苏氏起死回生的重要时刻，资金一旦被冻结，苏氏就真的完了。卢家还发布了江湖追杀令，悬赏1亿，要凌天的头。哦，江湖追杀令一出，全天下的高手都会取你性命，天涯海角无处可逃。卢家是铁了心想要你的命。全天下的高手都来杀我呀，那他们得排队了，搞不好自己得先打起来。你还笑得出来？知道现在你有多危险吗？卢家主，苏婉晴，你让人打断我儿双腿，挑衅我卢家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卢家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赔偿20亿。区区20亿能换我儿双腿？不必多言，交出圣药，让凌天到我卢家以死谢罪。如不照办，我先踏平苏氏，灭你满门。卢家主，我们再商量商量。老头，你儿子的腿是我打断的，有事冲我来，在这儿欺负小姑娘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就是凌天，有种，居然还敢和我对话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是你儿子几次三番来挑衅，我只是打断他腿，没要他命已经不错了。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，当爹的管不好儿子，我替你管了，你也不知道感恩。放肆！我给你1小时，带着圣药到我面前谢罪，否则你能怎样？我告诉你，再敢打圣耀和苏总的主意，我就让你卢家彻底消失。卢天月被彻底激怒了，他真的会要你命的。不行，你快走吧，我还有一笔钱没被冻结，你拿着走得越远越好，隐姓埋名，千万不能被人发现你身份。婉晴说的对，你先躲一躲，等风声过了再回来。我走了，你们才会遭殃。放心，区卢家，我能应付。师傅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我要现在解封苏氏所有资产，另外，冻结卢家所有资产。凌天这个杂碎，死到临头还敢这么嚣张！爸，不能让他死得那么痛快，我要慢慢折磨他，让他生不如死。那小子只是逞口舌之快，我卢家权势滔天，根基深厚，一个小保镖动我卢家犹如匹夫撼树，可笑。哼，既然他们给脸不要脸，那我就先灭了苏氏，再把他们一个个宰了。家主，不好了，我们的资产全部被冻结了。什么？冻结我卢家资产，这是捅了天了！谁这么大的胆子？家主，是龙帅直接下令冻结的。龙帅，他为何要针对我卢家？听说是怀疑我们勾结北国，所以要先冻结我们所有资产，再做进一步调查。现在我们所有资金，包括海外账户，全部被冻结，1分钱也使用不了。各地的房产，如今也在被查封。龙帅是疯了吗？竟敢对我卢家下手，必须找他讨个说法。龙帅手握100万边军，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就算国主也要敬他7分，他又怎会给我卢家半分颜面？龙帅怎么会突然出手？会不会是凌千干的？魏叔，你也傻了吧？他就是一个小保镖，怎么可能让龙帅为他办事？如今我们处处受限，原本灭苏氏的计划暂时行不通了，只能用强了。把唐七先生和古先生都请来，准备动手。是。凌天，你还是听我的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去忙你的事儿，不用管我。那怎么行？你是为了我才惹上这么大麻烦，我不能不管你。虽然我的心里不想你离开，但理智告诉我，你必须走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解封了，苏氏所有资产解封了，真的解封了？这怎么回事？
卢家放过我们了？这不会是你干的吧？我可没那本事，不过有我在，肯定逢凶化吉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只管做你想做的事儿，让苏氏变得更好，剩下的交给我就好。我一定会让苏氏变得更好。出什么事了？喂，苏总，卢家的人打上门了，保安部根本顶不住啊！糟了，卢家上门兴师问罪了，你快走！你赶紧躲一躲，先避其锋芒。一群臭鱼烂虾而已，也配让我躲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下去收拾他们。现在怎么办？卢家肯定是有备而来，林天恐怕不是对手。我爸倒是认识一些大人物，现在只有请他们出来调停，才能救林天了。都这时候了，苏总还是先顾好自己吧。你们是谁？苏总，卢家主请你上门一叙。来，走。就这点三脚猫本事，也敢到苏氏闹事？滚！快点滚！林先生，您可真是高人啊！轻轻松松一个打几十个，比叶问都厉害。快去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快救婉晴。敢动他，我要整个卢家陪葬。家主这次调集了这么多好手，听说就为了对付一个小保镖，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？听说那个保镖特别能打，不是一般人。一个无名小卫罢了，等会儿看咱们直接把他办了。我们卢家给过你归顺的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你可怨不得别人。你那条狗断我双腿，这笔血海深仇，我一定要血债血偿。等你那条狗来了，我不会让你们立刻死，我会慢慢折你们生不如死，日日夜夜后悔得罪我。把你的样子发给林天，他那么在乎你，肯定会来的。我把身要给你，你也可以杀了我，求你放过林天。你都已经被我抓住，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林天伤我儿，非死不可。我已经到了，用不着发照片了，都出来吧，别躲着了。哼，唐七、古月，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敢来，小子挺有种啊！林天，你个蠢货，明知是陷阱还跑来干什么？赶紧跑啊！好，这里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。怎么回事？人呢？兴许是没看见信号。我去看看。不用浪费时间了，外面的人我已经全部解决了。立刻放人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们一命。饶我们一命？林天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真以为解决几个外围杂主你就天下无敌了？今天死的是你！今日唐门长老唐七、古武世家古月在此，
你最多就是刚踏入战神境而已，而他们都是7星战神，实力可以排进大夏前10，对付你犹如踩死一只蝼蚁。你以为能救苏婉晴？从你踏入这里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插翅难逃。我不想滥杀无辜，立刻放了他，这是你们最后活命的机会，否则我就先宰了卢关海。凌天，这里是卢家，有唐先生和古先生坐镇，还轮不到你这个杂碎撒野。哼，真是大言不惭，居然敢当面威胁我，我倒要瞧瞧你怎么在我们这么多高手面前杀我儿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也想瞧瞧你要怎么杀我，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少爷，我的儿啊！你敢断我卢家血脉，今日我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，让你死无全尸！你怎么不讲理呢？刚刚可是你们让我杀的，现在把人放了，我还可以饶你们一命。我儿已死，什么都不重要了，我要你们俩全部给他陪葬，杀了他！小子，是你杀了我徒弟阿红。你徒弟不认识，不过敢跟着卢家作恶，确实该死。去死吧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老夫今日就将你碎尸万段！一招，这怎么可能？2个7星战神竟然挡不住他一招！你很想救他是吧？我现在就送他去给我儿子陪葬！陆家主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把圣药和苏氏都给你，命也给你，求求你放了他！蠢货，等你死了，那些东西全是我的。小杂种，没想到吧？我的实力已经突破到9星战神，整个大夏除了传说中的北境龙刃，没人是我对手。现在我就送你们去给我儿子陪葬。你笑什么？原本我想当个普通人，可既然你这么想见龙刃，我成全你。装神弄鬼，今天如来佛祖也救不了你，去死！不可能，不，我已经是9星战神，大夏没人能伤我。你到底是谁？大夏龙刃。什么？你是龙刃？20年前，你和同伴袭击一支车队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凌家人？不可能！那天我们杀光了所有人，不可能有活口。我母亲用身体护住我，子弹打穿她，却没能要我的命。原来是这样。看来是老天要亡我卢家！你的同伴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全家？想知道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那些人都不是你能惹的，就算我今天死了，你也活不久。他们很快会送你下去，跟你父母团圆的。你们凌家人一个也跑不掉。放心，你等不到我的，他们会去找你的。你要去报仇？那你要走了？我答应过一辈子保护你，就算你赶我走，我也不会走。